台南监所昨是传出受刑人拍主管，而且佮甲拍甲送病院的事情，可能是因为这主管咧调工课时阵有去引起这受刑人的不满，才会造成。监所嘛表示，详细会去问当事人调监视画面来厘清。 所讲但全真有名的台南监狱疑似发生受刑人拍工厂主管的事件，两个受刑人先对主管泼烧水，然后做伙拍伊，造成主管阿妈棍烧烫伤顶伤势。监方接到通报，赶紧将人送去病院治疗。我们的工厂主管因为撤换一名视同作业受刑人，那引起2位受刑人的不满，就代为出气，继而攻击我们的工厂主管。 主管迄天下晡就出院，这几天伫厝休困。监方会以当事人笔录甲监视画面做后续的处理，但这毋是今年第一件监所暴力事件。3月2日，台中看守所嘛有嫌犯不满拍招呼，互介护员主动的拍人，造成2个介护员受伤。 那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，只是对受刑人，因为你可能就行诸暴力背后的原因，还是要做讨论。那看守所当事人他。 要不就是羁押被告，就是说他是判刑未确定，会比监狱险峻一点。监所关注小组认为，监狱也是看守所发生暴力事件的时阵，应该先厘清事件的起因，毋是处罚就结束。若背后的原因无解决，同款的事件恐惊一再发生，嘛毋是管理该站，也是受刑人想要看到的。记者温正雄、陈焕武、柯正俊台南报道。